咱国内K 他命滥用的情况是真严重哦。虽然目前了解讲长期使用是会造成脑部的损伤，也毋过无定量检测方法。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咱国内医生阁有瑞士的大学团队，利用脑部附近的血检测发现讲，长期使用K 他命的人，脑部损伤的程度是比精神疾病患者更愈严重。 国内部分少年族群可能为着追求刺激，加做开他命药物食掉的人。国卫院甲国内精神科医师甲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师团队合作，探讨长期大量使用开他命食掉的患者，发现这寡患者的脑部损伤的情况上严重。凯他命成瘾者在血中的神经损伤，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比来得严重。药物精神病所带来的这个神经丝清裂，也就是脑部损伤的程度，比原发性精神病还高。研究团队表示，长期大量使用开他命，那会造成身体包括心脏、泌尿道、甲胃肠道拢有毒性。在心理方面，也会产生精神疾病甲忧郁症等症状。也不过，这类的精神疾病是药物所引起的，那思觉失调症是原发性。研究发现，虽然这两方面的症状类似，也不过开他命引起的脑部损伤比原发性的思觉失调症也较严重。凯他命其实会造成体内比较严重的一个氧化压力跟细胞膜神经细胞膜本身的伤害更高。这项研究成果今年已经发表在国际有名的学术期刊，希望会当就此对药瘾患者治疗方案的开发有所帮助。记者综合报道。